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 wing，繼續睇1打3嘅素材，大家幫手計下呢幾鋪我一共收入幾多分？先睇第一鋪。見過咁打㗎，有啲家諗住養雞啊！諗住養雞，我叫糊㗎，留隻雞。入隻紅中，再等碰隻入隻叫糊。叫咩啊？OK， 入冚一筒叫糊，1/4索500萬。打晒啦，真係。OK， 絕張1索自摸，中7隻。睇第二鋪。如果你都想體驗紅中麻雀嘅樂趣，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麻將，家鄉麻雀裏面揾到月桂面，再點擊紅中麻雀就係同款玩法啦。幫唔到冇嘅，你扮3隻都冇用㗎。咁你叫我填我上家打5索啊！呢手牌是但啦，碰咗佢拆牌。咁我都話俾你知啦，唔知再啦。入隻7萬，再等碰隻入隻叫糊。佢都話喺佢度啦。哎呀，拆錯牌啦，7索冇喎。OK 啦，咁就盡快拆咗佢。煩死啦！未叫糊，拜拜。你一同我啱啱摸翻唔敢打，碰到先打俾你咋。仲有嗰對啊！同你對飛咗。OK， 入隻6萬，終於都叫糊啦，6、9萬，卡窿5筒。唔係啩？4索放降 ，OK， 降唔爆就 OK 噶啦。等我放降買自摸啦。放降買自摸。嚟砍2筒喎，呢個時候我就想貪心啦，因為如果降爆自己嘅話，係可以 double 噶。6、9萬見個台面係一定有嘅，但係結果轉手嚟5筒，哇！真係好黐啊，好生黐啊！但係都冇辦法，唉，算啦。我覺得6、9萬係一定有噶。你睇上家又摸隻9萬啦 ，OK， 紅中自摸。好，中紅中11隻馬，2筒真係可以降爆啊！6、9萬。第3鋪呢度嘅開頭斷開咗，我哋就由呢度開始啦。頭邊我都投4筒啊！咁多隻紅中，你大把嘢投啦。我一摸隻紅中自摸啫嘛，得一隻紅中啫嘛。私人6筒，你叫佢咁樣鬧佢咪唔嚟咯？私人6筒嚟未啊？碰隻9萬，再等入隻牌叫糊。OK， 入隻9索叫糊4、7筒。OK， 正張即叫即食2隻馬，反而可以繼續。哇塞，22隻馬，點個關注再走啦！